今日 BW Design Centre 帶大家走入位於香港筲箕灣、目前港島區最大型嘅寵物醫院——東區24小時動物醫院。呢次為期2個半月嘅項目 ，BW Design Centre 唔單止提供咗設計方案，更透過系統化嘅項目管理，確保呢個樓高2層、佔地近8000尺嘅工程設計畫得出、做得到。作為一間24小時運作，為寵物提供全方位專科醫療服務嘅醫院，冷氣安排要適應不停業嘅模式。今次項目嘅規模同地方面積較大，工序較繁複，加上樓宇係一座大約50年嘅舊樓，存在漏水問題，設計及工程上要做足功夫。首先，醫院位於一棟大廈嘅地下及1樓，所有改動需先獲業主立案法團審批。BW 專業團隊預先準備好詳細文件，並嚴格執行噪音管制措施，將大型噪音工程安排喺指定時間進行，令工程順利準時完成。第二個關鍵挑戰在於醫療設施嘅安全標準，放射房及手術室必須安裝原版，並喺工程完成後必須通過放射局嘅嚴格檢測，方可投入使用。第三個挑戰，醫院1樓需要放置一部重達約1噸嘅 CT 機，為此我哋喺設計初期就加入咗認可結構工程師進行精確嘅樓板承重計算及打樓板工程，確保結構安全，並且預先規劃精準嘅搬運動線，避免任何碰撞。室內設計係醫院體現專業及關懷嘅核心，地下大堂以品牌企業式藍色為主調，配搭活潑嘅貓狗圖案，營造溫馨且穩定嘅情緒。接待區天花採用弧形設計，增加空間嘅延伸感。為咗減輕動物嘅焦慮，等候區巧妙咁劃分成獨立嘅貓區同狗區，令受傷或生病嘅寵物能感到放鬆。1樓係主要嘅治療區域，功能分區極為細緻，設有手術室、加護病房、CT room、放射室、牙科、實驗室、貓狗病房等，更引入中醫診症，提供多元化嘅治療選擇。此外，醫院悉心加入咗彩虹房，為醫院離世嘅動物提供安靜悼念嘅空間，展現人民關懷。為咗方便運送受傷動物同貨物，設置咗升降台，由認可結構工程師計算承重，再向機電工程署申請建造。物料專程由意大利進口，確保安全。所以 BW 工程做好項目管理，了解政府有關部門嘅要求及審批程序，令工程唔會延誤。喺品牌設計方面，通往1樓嘅樓梯間有貓狗貼紙打卡牆，並且將可愛嘅動物圖案玻璃貼紙融入診症室門外、等候區甚至洗手間鏡旁，每個細節都貫徹咗對寵物嘅愛，為客人同動物帶嚟舒適同安全感。選擇 BW Design Centre 就係選擇專業，我哋唔止成就設計，更成就品牌願景，做好行業嘅動線需求，加強品牌設計，做最好嘅品牌升級工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醫療診所或商業空間嘅裝修設計資訊，記得立即訂閱我哋嘅影片頻道啦。